係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係聖保羅醫院嘅兒科專科醫生毛傑華醫生。係嗱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咩叫風疹啦。咁其實風疹其實係一個身體對於敏感源嘅反應嚟㗎。咁其實顧名思義，風疹嘅時候好似由風而起咁樣啦，可以突然間起，跟住可以突然間冇㗎。咁頭先咁講啦，係風疹其實咧係身體對於敏感源反應嘅時候咧，咁所以其實好多誤解嘅時候，其實呢個係對於個疹嚟講本身就唔係傳染性嘅。嗱，咁風疹嘅病徵係會點樣嘅時候咧，就話係風疹對於敏感源起咗反應啦，就所以身體嗰度嘅時候咧，就會係皮膚嗰度有啲紅疹啦。咁有時候紅疹可以係影響嗰個身體啦，可以影響手同腳嘅。咁通常佢會一點點紅疹斑出現嘅，咁就會好痕癢啦。跟住嘅時候咧就會係拗到好緊要㗎，咁亦都可以影響到日常生活嘅。咁另外樣嘢嘅時候，如果嚴重起上嚟嘅時候咧，除咗一點點之外嘅時候咧，佢會連埋變成一片片嘅，咁就會影響其他身體地方。咁如果再嚴重少少嘅話咧，咁其實可以影響到其他嘅黏膜位啦，譬如就係腸嗰啲位咧，或者嘅氣管啊、喉嚨嗰度各方面嘅情況。咁如果譬如影響到係牆壁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影響到肚痛啦，或者係腹瀉嘅情況嘅。但係最擔心就係影響個喉嚨嗰啲位嘅時候咧，會嘴腫啦、氣管腫嘅時候咧，就會係睇到嗰啲辛苦嘅情況出現。嗱，咁頭先講過咧，佢就影響皮膚大部分啦，咁就會係令到身體好痕癢啦。咁呢痕癢嘅時候咧，可以影響到日常生活嘅。咁通常係痕癢嘅時候咧，維持咗係個零鐘頭到啦。咁但係如果係講緊啲疹嚟講嘅時候咧，可以持續比較耐少少嘅，可以幾個小時啦，甚至可以24小時都得嘅。咁頭先講啦，如果係風疹嘅時候咧，係對於敏感源嘅反應啦。咁其實敏感源可以分別為成為譬如幾個範疇嘅，第一個就講緊環境，跟住另外就可以食物啦，或者係病原感染啦，甚至佢咁講嘅時候咧，係風疹由風而起嘅時候，唔知咩原因嘅時候咧，有50%真係唔知咩個原因嘅。咁如果講緊環境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最 common 嘅環境嘅敏感源嘅時候咧，就講緊就係話係對於係塵埃蟎啊、貓毛瘧啊、感冒瘧啊，或者係啲毛菌啦。或者嘅時候咧，啲係蟑螂嗰啲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啦，講緊食物嘅時候咧，就常見嘅敏感源就譬如有係魚蝦蟹啊，講緊係蛋啊、牛奶啊，或者係其他花生嗰啲都可以嘅。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到食咗呢啲嘢嘅時候咧，咁就睇下會有咩嚴重嘅反應啦。咁另外講緊係病原嘅感染啦，其實最 common 都係講緊係譬如病毒嘅感染，嗰啲通常有時會出啲風疹出現都唔出奇嘅。咁另外就肺炎專體都可以嘅，咁但係好多時嘅時候，好多家長就話突然間出咗風爛嘅時候咧，咁但係揾極都原因都唔出奇㗎，因為頭先咁講嘅時候就話50%唔知咩原因嘅。嗱，咁如果譬如遇到風疹嘅情況嘅時候咧，就唔使太擔心啦，因為通常呢啲唔係話係傳染性嘅問題嘅，咁但係嘅時候最好揾醫生求醫啦，因為其實都可以好影響日常生活嘅。咁其實點樣幫佢嘅時候咧，咁首先就係話盡量防止個敏感源先啦，譬如係防止譬如環境啊、食物啊或者其他嘅情況。咁如果講藥物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最常可以治到嘅情況就係俾啲抗敏胺。咁其實咧而家市面上都好容易接觸得到抗敏胺噶啦。咁另外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打啲藥嘅時候咧，即刻可以治咗呢個情況。嗱，咁頭先咁講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話俾藥啦。咁其實藥物嘅時候咧，就係可以減低個敏感源嘅反應。咁但係記住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就減低唔到個敏感源個程度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如果打咗針，好似個反應冇咗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個敏感源仲喺身體度會維持咗喺度嘅。咁所以嘅時候咧，可能會係打完針之後，或者食完一劑藥之後，可能會持續食1至2日啲藥，先至等個身體個敏感源個程度就降低，咁就呢啲情況就會冇事㗎啦。